10月1開局，放完個假返嚟，成排陰燭。本身星期1、3、4、5呢都係講緊跌900零點啦。一個星期5晚，中美消息一出，幾個鐘跌咗1003點，咁就造就咗我哋今個禮拜跌咗2200幾點啦。係咪有啲似4月份嘅 mini 版啊？當時關稅消息一出，一晚暴跌3400幾點，15%。昨晚 mini 版嘅耍花槍程度跌1005點。5.67%。喺9月尾嘅時候，已經同 Patreon 會員講咗呢一個 pattern，數咗過去20幾年裏面嘅5連陽以上嘅發生情況。今日都會同大家逐一睇睇。另外9月尾做咗條 YouTube 片啦，同大家講呢一套築頂底嘅 capitulation 指標。當時就話我哋今一次嘅升浪呢係最似1718年呢一次嘅。而亦都 highlight 咗4個因素，我哋要特別留意，睇住幾時轉勢嘅。今日會同大家做個 update，當然唔少得陣間都會同大家睇下市場結構，近來都做咗好幾個變化出嚟。今日仔細同大家逐個破壞，逐個新 range，逐個點數去睇啦。當然仲有 option 1、2、3同埋一 set flip level 俾大家。而喺 Patreon 會員延續版嗰度呢，禮拜日我哋會繼續講我哋嘅市場，用4度空間、雲圖同埋波浪理論。Part 2嘅會員影片呢，上個禮拜呢俾咗好多量化數據會員啦，今個禮拜轉去用宏觀經濟角度睇一睇美市嚟緊嘅危同埋機。喜歡技術分析嘅朋友，歡迎你訂閱、like and share， 開埋個鈴鐺。以下嘅影片全部都係技術分析嘅分享同埋教學用途，並唔係任何意見。各位做決定之前，請自行做咗功課同埋風險評估。由2000年睇到而家，呢個係月線圖嘅層面。喺過往25年裏面，計埋今年啊，總共淨係出現過9次，連續5個月或以上出現陽燭嘅機會。分開兩橛睇啦，2000年至到2013年，我哋出現過6次，其中嘅次數呢係連續8個月、6個月、8個月、8個月、5個月同埋5個月嘅。26至27呢段呢係最強勁啦，8連陽之後出現一支陰燭，再嚟8連陽啊。09年都係5連陽之後出現一支陰燭，其實都仲有4連陽嘅。好啦，跟住14年到而家啦，我哋出現過8支、5支，同埋啱啱5、6、7、8、9月都出現咗5支。1718嗰次呢都係嘅，8連陽之後出現一支陰燭之後呢，再嚟多4支陽燭。睇翻過去咁多次呢，其實最普遍嘅呢就係5連陽之後就係8連陽噶啦。咁我哋 zoom 近少少，淨係由24年，我哋捉到 capitulation 嗰度開始睇，呢度出現過4支，呢度都出現過4支，最犀利都係今年連續5支。咁10月份呢，暫時係陰燭嚟嘅，唔計今次啊。睇翻過去8次表現呢，8連陽嘅機會係出現過4次，5連陽出現過3次，6連陽出現過1次。咁 given 我哋由24年由147升到上274嘅呢個 uptrend，其實都已經好犀利啦。升咗5個月，有一支回調，我相信大家應該都預料咗噶啦。好啦，另一樣呢，通常月尾先同大家 update 嘅就係呢個 capitulation 圖啊，築頂底啊嘅呢套指標啦。上次同大家 highlight 咗呢兩個指標上咗去條藍色通道上面起計係17年嘅1月，直至到佢哋嘅線呢插翻入條藍色通道入面呢係18年嘅2月。呢度講緊行咗13個月，當時升幅11000點，接近52%。我哋今次呢，當啲線升穿離開藍色通道呢，係24年嘅8月，呢個係上個月嘅預測啦。就係如果我哋升到9月嘅話，亦都係啱啱行13個月。我哋睇一睇最新嘅 update 之前呢 recap 翻呢4個因素啦。第一就係呢一個指標裡面嘅藍線同埋橙色線由金叉扭成死叉啦。第二就係呢個指標嘅藍色線由上面呢橛空間跌翻落嚟藍色通道。跟住第3、4個因素呢，就睇下面個指標，同樣地都係睇藍色、紅色線有冇扭成死叉啦，同埋佢哋嘅線有冇跌翻落藍色通道。9月尾做 update 嘅時候呢，我哋個市呢，頭先提過嘅4項呢都未發生嘅。好啦，呢個係最新嘅狀態，經過昨晚夜期跌咗1000幾點之後，睇咗第一個指標先啦。藍色橙色線啱啱扭咗做死叉，第一項中咗咯。不過藍色同橙色線呢都仲未跌翻落呢個藍色通道入邊，所以第二項係未發生嘅。跟住我哋睇下面呢個指標，藍色紅色線都扭咗做死叉啦，所以第3項都發生咗啦。然後第4項呢，亦都係藍色紅色線未插翻落藍色通道，即係4個要留意嘅項目入邊呢，暫時發生咗2個。下個禮拜一開始呢，每一日都要 check 住噶啦。最新 update 到時會喺 Telegram 同埋 Patreon 同大家分享。近來各個市場都多翻啲波幅啦。如果你升市跌市都賺唔到，或者 hold 得唔盡，甚至係錯方向嘅話呢，如果你想
改善一下你呢啲操作嘅手法同埋心態上嘅問題咧，你可以煲一個專屬你嘅1對1交易諮詢，掃一掃呢個二維碼，即刻可以帶到你嚟填呢個簡單嘅表格，跟住再揀一個適合嘅日子同時間。另一方面，我都為大家準備咗一個免費嘅網上工作坊。喺我嘅工作坊裏面，會同大家 map out 呢個100萬變現藍圖，一步一步話俾你聽點樣由一個匱乏或者恐懼嘅 mindset， 未做到穩定盈利嘅呢一邊，慢慢用唔同嘅工具幫你8星期變成一名 CPT 穩定盈利交易者。而成為 CPT 喺市場度每日穩定咁樣當佢 ATM 咁咧，都唔係我哋終極目標啊！錢或者 CPT 呢個身份都係一個工具，因為我要帶大家睇到嘅就係我哋最後尾達到嘅目標同埋一個豐盛嘅 mindset。你努力賺錢背後嘅好多真正原因，幫你攞翻財務主導權而達到你所有嘅夢想同埋目標。有興趣嘅朋友可以掃呢個 QR code 立即免費登記參加呢個工作坊。唔止淨係俾 information 你，參加完1小時之後，我仲會俾到 transformation 你。啱啱星期日嗰條 Patreon 影片咧，就同會員 recap 翻我哋由23年呢個 downtrend 裏面點樣喺市場結構度逐 pair range 咁樣教大家睇，打破再打破，然後24年捉到 capitulation 之後扭轉呢個 downtrend，然後由之前嘅逐格落樓梯，跟住轉為24年至25年嘅逐格上樓梯啦。好啦，我哋淨係睇今年啦。今年第一 pair range 係紫色線160至249，喺今年8月份做咗個 CTS 之後打破咗，我哋就出現咗下一 pair range 綠色線190至257，都係8月份打穿咗，形成第4個 CTS。跟住早排嘅 range 就係呢條粉藍色線242至270， 10月初亦都打穿咗，做咗第5個 CTS， 形成埋近來高位27444。跟住放完假翻嚟唔使講啦，就係呢一個跌勢，再 zoom 緊啲，就係昨晚夜期將呢一個一浪高於一浪嘅升勢咧，暫時呢度 BOS 咗，打穿26095，行出咗第48步。所以我哋而家嘅新 range 頂咧就係27444。咁我哋可以開始數 option 1啦，繼續睇升嘅，覺得呢一個係近來嘅一個回調嚟嘅啫，仍然覺得可以仲未傾翻掂嘅，嚟個小 V 彈。咁你要睇嘅點數咧，就係要升翻穿27444，以及21年留低俾我哋嘅大雙閪28214。Option 2睇 range 嘅，頭先講過啦，我哋淨係得新 range 頂27444，結構未話到俾我哋聽邊度係一個新嘅 range 底嘅，所以係未有嘅。咁我哋只可以 refer 翻較早前嘅一個 key level 喺24242，作為我哋暫時嘅一個 range 線。呢度有成3000幾點嘅，咁所以中間咧，其實有好多結構，有好多 auto block， 可以再俾一啲貼身啲嘅 range 你啦。有興趣嘅朋友，第一步就係7天免費參加我嘅 Patreon， 你可以每朝8點半收到我哋3個本地市場嘅分析，每日都有一 pair buy sell auto block， 俾晒當日框架你噶啦。Option 3睇跌嘅，既然打穿咗 BOS 260啦，咁期間咧都有啲 rebound 再跌嘅話，目標係打穿24242呢個 key level 先啦。咁當然，當佢行出咗一啲咁樣嘅結構嘅時候咧，我哋就可以再揾一啲 swing low 出嚟去畫一啲 range 啦。咁但係未有 swing low 出現嘅時候咧，未行到出嚟嘅時候咧，我哋呢段時間用個 flip 先啦，點數24242拉到上27444。所以呢一 set flip 咧 ，option 2睇 range 同埋 option 3睇跌嘅朋友咧都可以略略操用住先嘅。flip level 喺呢邊0.5、0.618、0.764、0.854。已經跌穿咗0.5同埋0.618嘅258同254，收市啱啱嚟到0.764嘅24998附近，下一個支持位0.854喺24709。喺 Patreon 今個禮拜日嘅影片會同大家比較下今次嘅下跌同今年4月嘅下跌，以及舊年10月份嗰一次嘅放假翻嚟嘅下跌，睇一睇3個回調嘅相同同埋分別，為你下個禮拜嘅部署做個鋪路。記得掃一掃呢個二維碼去參加呢個1小時嘅工作坊，我會公開點樣8星期將你由唔穩定嘅狀態幫你轉變成穩定盈利交易者 CPT， 跟住逐步實現你嘅100萬變現藍圖。我係火火，你嘅 Fire Buddy，我哋喺工作坊見啦。